也进一步来查核清楚，来关心这是艺人丁国林最近厝内着贼偷，价值上百万的珠宝，今仔拢互贼仔拼去。警察接到报案了后，随成立专案小组来追查，无到3天的时间，就抓到这个嫌疑犯。嫌疑犯无承认是偷摕，伊讲是收到贼仔货，落尾警察也是甲伊依法送办。朴实外表建筑物，环境看起来是真清幽。这是有名的查某艺人丁国玲伫咧家人的徛家刷传出来着贼偷。高雄电影节的时候，他人不在家，然后被行窃的，是有一些东西是他已逝的亲人留下来的一些东西，所以那个东西不见了，他比较难过。他有在 FB po 一张文章，也代表他的心情。20号暗时，丁国玲转去厝，发现厝内是真乱，伊的珠宝甲表啊拢总无去。去到来报警察，警方得到报案来到现场，初步的清点损失有上百万，来调监视器锁定一名贼仔。一个姓赵的查甫人，发现伊伫咧20号暗时骑着乌托摆，伫咧丁国玲徛家附近踅来踅去，是相当可疑。敢若是因为偷摕着真大批的财物，就来离开。警方来向检察官申请搜索令甲机票，伫咧嫌犯的徛家附近来咧等。22号下晡5点外，趁着即个贼仔要出门的时阵，就赶紧上前来甲伊掠起来。入去厝内底，超出真大量偷摕来的物件。当场掠着人，甲找着物件，起获部分赃物，全案依法移送侦判。嫌犯互掠着了后，佫毋承认犯罪，讲干那是收到贼仔物。毋过警方也是将伊移送法办。外界叫伊美魔女的丁国玲，出道20几年啊，上互人熟悉的是演出乡土剧，无想到家己的财产会互歹人来上着，牵起恁媒体版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